開啊！我都唔會開啦。星期一咁鬼靜，都有間餐館，揾日自己靜下啦，叫佢有個 break 啦。一、二啲餐館多數唔開啊。如果你話淨係全部攞晒 waterfront 4、5、6日，最頂籠入你條生意。新嗰個就唔靚嘅，呢個 Art Gallery of Nova Scotia 都唔係話 Halifax 啊，好似呢個咧就政府大樓啊，省政府啊。